各位教育同工，各位關心孩子成長嘅家長，大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我嘅頻道將放進教育上。我係你哋嘅 Dicky 校長，今日陪我一齊做主持嘅貓星人係拖肥。拖肥係一隻非常有主見、非常固執嘅貓，只要係佢想坐嘅位置、想食嘅零食，佢會堅持到底，絕對不輕易妥協。睇見拖肥，我就想起咗我哋喺學校同屋企經常面對嘅另一群小朋友，就係嗰啲堅持度極高、極度固執嘅孩子。今日我哋嚟到 Raising Your Spirited Child， 中文書名為開啟高需求小孩的正向天賦導讀系列嘅第3集。喺我哋日常推動 STEAM 專題研習或者 AI 創新課程嘅時候，呢類固執嘅學生有時會令老師非常頭痛。佢哋唔願意跟從大隊嘅指示，家長喺屋企亦每日為咗食飯、穿衣或者關掉電子產品而同佢哋開戰。但係從未來嘅教育底層邏輯嚟睇，呢份固執其實係佢哋未來成為頂尖人才、成為領袖嘅最強武器。毅力比天分更重要，堅持持久嘅能力係預測未來成功好重要嘅指標。咁我哋作為家長同埋老師，如何唔日日同佢哋硬碰硬，又能夠為佢哋畫出清晰嘅界線呢？作者喺書中俾咗我哋非常震撼嘅逆思維策略。第一，做一個畫大框框嘅牧羊人，創造雙贏。面對好有主見、堅持度高嘅小朋友，作者建議我哋唔好每日每件事都同佢哋開戰，要學會精選戰場。只要佢哋嘅行為不危及安全，不具傷害性，不涉及不尊重，我哋其實可以給予好大嘅商量空間。作者比喻家長同老師應該好似牧羊人，給予足夠嘅空間，讓小朋友自由奔跑探索，同時用圍欄保護佢哋嘅安全。但呢個框框唔能夠太過狹小而限制咗發展。喺日常生活中，我哋經常陷入一種僵局，家長俾小朋友 A 或 B 嘅選擇，但係偏偏堅持要 C。例如你想佢飲水或者係牛奶，佢堅持要飲汽水。你希望佢留喺屋企食飯，佢卻堅持要去朋友屋企。呢個時候，我哋嘅大腦好容易進入戰鬥模式，只想住要喺呢場嗌交中勝出，而唔係解決問題。要拆解呢個僵局，作者提出咗3個步驟。第一，先理解小朋友重視乜嘢。第二，解釋作為家長嘅你重視乜嘢。第三，揾出雙贏嘅解決方案。例如，你可以充滿好奇心咁問，點解你咁希望飲汽水？係因為喜歡汽水嘅冰凍，定係覺得牛奶味道太淡？當小朋友感覺被聆聽，情緒就會冷靜落嚟。接住，家長不帶指責地表達自己嘅底線。我擔心你攝取唔夠營養，你嘅健康對我嚟講好重要。最後，大家一齊進行 brainstorming， 想出一個雙贏嘅解決方案。例如係喺牛奶裏邊加冰，或者正餐飲水，少食時間先至俾定量汽水。第二，建立解難型家庭或課室，英文名為 Problem Solving Family Classroom。書中提到一個非常精彩嘅案例，作者分享佢個女喺大學嘅時候遇到汽車被困喺雪山、冇信號、冇雪鏟嘅危急關頭。當時佢個女深呼吸咗一口氣，同朋友講：我係嚟自一個解決問題型嘅家庭。最後佢哋喺車尾箱揾到咖啡罐當作雪鏟，成功自救。各位同工及家長，呢個就係我哋喺 AI 時代最想培養嘅素養。當我哋平時遇到衝突，唔係用權威去壓抑小朋友嘅堅持，而係訓練佢哋多聆聽、多思考，幫助佢哋將堅持呢股強大嘅力量用嚟解決事情，而唔係用嚟對付別人。作者鼓勵我哋多用正向嘅語言標籤呢啲孩子。你好有決心，你好清楚自己想要乜嘢，
咁樣佢哋就會內化呢啲正面認知，將缺點轉化為最強嘅優勢。第三，建立透明嘅界線，學會對小朋友話 no， 給予空間唔代表冇底線。當我哋真係需要講不時，必須比小朋友更加堅持。呢本書用咗一個籃球隊教練嘅完美例子嚟示範何謂透明設定界線。教練冇用恐嚇嘅語氣對球員話，你試下再失球一次，你就必定要坐冷板凳，而係具體地講，你出年最多只能傳出7次失球，因為第8次之後你就會坐喺我旁邊嘅板凳。短短幾句話包含咗5大元素：一、期望係乜？以呢例子，即是最多給予最多失誤嘅7次機會。二、不達標嘅後果，以呢例子，即係如不達標，你就要坐冷板凳。3、幾時執行？以呢例子，即係第8次失誤時，處罰就會出現。4、將選擇權交俾對方，以呢個例子，即係將選擇權交咗俾該球員，你可以選擇努力或懶散5，結果由自己負責。以呢個例子，即係喺未發生前講清楚結果，讓該球員自己思考，把呢套邏輯放出我哋嘅課室同家庭，威力無窮。例如，好多家長為咗小朋友玩 iPad 嘅時間而拗交，經常話你玩咗好耐啦，快啲關機。呢種規矩太過模糊，小朋友會覺得被迫中斷而反抗。我哋應該建立透明嘅界線，每日最多只能玩1個小時電子產品。如果小朋友問遊戲玩到一半點算，家長可以同佢哋一齊推算一局遊戲要幾耐，俾佢哋自己掌握時間。下次當佢攞起 iPad， 你只需問，你係咪而家想用你嘅1個小時娛樂時間嘅額度？當規矩清楚具體，連最固執嘅小朋友亦都會開始願意配合。作者特別提醒，6歲以下嘅幼兒世界係非黑即白嘅。如果你要求過馬路要牽手，就必須每次都牽手，不能有例外，因為幼兒無法理解模糊同不一致嘅信息。各位，面對堅持型嘅小朋友，唔係唔可以同佢哋講不，而係佢哋唔能接受突如其來嘅執行或處罰。喺日常教學與育兒中，呢類小朋友最需要從我哋身邊嘅大人聽到以下呢5句話：第一，我會保護你；第二，我會讓你知道接住落嚟會發生咩事，我唔會讓你感到驚訝；第三，我相信你可以；第四，如果你停落嚟，我會幫你停落嚟；第五，你嘅行為係你可以選擇嘅。當我哋願意放下大人嘅權威面子，用尊重同透明嘅規則去引導佢哋，我哋正在培養嘅將會係未來世界最識得解難、最有主見嘅領袖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喺結束之前，我有一條問題想請大家喺留言區回答我。回想一下，你班上或者屋企嗰個最固執、最堅持嘅小朋友，最近因為邊一件小事同你發生咗激烈爭執？如果運用今日學到嘅籃球教練透明界線法，你聽日會如何重新設計呢條規矩，並清楚咁向佢表達期望同後果呢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，我會一一閱讀並同大家交流。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對你嘅教學或育兒有啟發，請你俾呢條影片一個 like comment 分享你嘅睇法，把影片 share 俾身邊同樣為咗照顧固執小朋友而心力交瘁嘅老師、同工同家長朋友。最後記得 SUBSCRBS 訂閱我嘅頻道，將擺放重教育上並打開小鈴鐺。我係 Dicky 校長。拖肥雖然喺彩虹橋，但佢亦都會保佑大家嘅孩子健康快樂成長。我哋下期第4集再見，拜拜。